论两性哦。大家好，我是碧纯，带大家一起来了解现代性别多元平权观。那这一集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我想追求你，有什么不可以吗？到底可不可以呢？观众朋友，你们自己想一想哦。如果我想追求一个人哦，我就拼命的去追他。大家会想说，这是我的自由啊，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呢，你有想过说，被你追求那个人，他要不要啊？他愿不愿意？他想不想啊？所以他有他的自由，是不是？而且呢，过度的追求会变成性骚扰哦。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好，那我们节目一开始一样来介绍今天到节目当中的贵宾。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性别平等办公室的执行长陈雅芬执行长，欢迎您。大家好。接下来是长隆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张依韶老师。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最后一位是昆山科技大学幼保系的助理教授王美琴老师。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3位我们这个平权的专家，好到我们节目当中。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要先讲到说，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大家都会说，有哪些人又被人家跟踪骚扰啦，然后那个骚扰者真的是这死缠烂打这样子，然后搞到最后，其实有些还发生了凶杀案。那其实之前可能大家会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台北市议员嘛，王心怡的姐姐，她其实回忆到说，她姐姐在19岁的时候，虽然是很之前的事情，那她也很心痛的讲出这段往事。19岁的时候呢，被她拒绝人家的追求，那追求者呢，竟然给她砍了39刀，那当然就是姐姐不幸的过世。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听到以后，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呐但是相对的就是说大家也开始注意这个跟踪骚扰法。好，那跟踪骚扰法就在2022年6月1号正式实施了。好，那针对这个法的话，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执行长。有关这个跟骚法呢，因为以前就是其实跟骚法它的一个跟踪骚扰的行为的种类，它有非常多种啦，包括就是监视观察、寄送邮件、寄送物品，对，这些都是。那里面就诚如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这一个过度的追求。对，那其实，在实务上呢，以前就是曾经有发生过，就是说，像某一个业务人员，他到客户的服务的地点，那可能本来他的客户是 A， 结果他觉得这个 A 女的同事，他觉得他非常的喜欢，然后他就去加赖，但是他不是加 A 的赖，他是加 B 的赖。结果呢，晚上而且很晚的时候，可能11、2点都还在发赖，在问候对方。结果对方后来就提出说，为什么你明明是来服务我的同事，为什么到最后都变成一直在联络我？然后就觉得不生气了，就提出了申诉。所以这样子也算是这个骚扰的所以骚扰不是说你自己亲身去做什么，你包括传一些简讯啊，传赖啊，现在通讯很发达等等都算嘛，对不对？就是通讯的骚扰。通讯的骚扰。好，那依韶老师，你可以也谈一下，这个其实跟踪骚扰有很多的那种行为，都算是跟踪骚扰，对不对？对，没有错。特别就讲到跟踪2个字啦。那其实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看不看一些比较浪漫史籍的那种爱情小说那里头都有那种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或者爱上你之类的这种那就会觉得说哇，随时随地这个总裁会帮你嘘寒问暖呐，给杯咖啡，给朵花呀，然后你要去吃饭，去到那里就发现总裁已经在里头订好位置等着你了，那就有一种满满的被爱的感觉。这赞很棒。但是如果说这个总裁，你其实不爱他，那他又对你这么的好，请注意我加 quote， 随时随地车子也跟在你旁边，请上车。对不对？你要看着电影，他已经在门口，我也在这里，怎么偶遇又巧遇？各位，你想想看，你会不会很难过、很恐慌、很不舒服、很不愉快？那他是霸道总裁，好吧？可万一
他其实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嘞。对不对？可能某一天搭公车，他忽然看着啊，像我们碧纯姐姐这么可爱小公主，刚好对了他的眼，之后他就天天在公车站等着你，然后你下车叫他陪你也下车，然后呢，他知道你会在这一站上车，他也每次跟着你在这一站上车。我们就有学生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对，那就这样子，什么事都没有做，他什么事都没做，但是你就是清清楚楚知道。他一直跟着你，他也没有去跟他表白之类的，就是跟着都没有。那后来那时候跟骚法还没开始，公告施行。那这女孩子呢，可能她会很困扰，对不对？去报警，警察能干嘛？这个人说，我刚好要走这个路啊，没有做什么，我什么事都没做啊。公车不是大家都能上的，马路谁都能走，我连跟他讲话都没有那。你说这女孩子怎么办？可是如果现在回过来讲，我们曾经这个有我们台湾很有名的老师，男老师，我们也不要讲是谁，他的一些这个女学生、女粉丝对他也是极度的拥护，然后每次就跟着他每一场的演讲，然后每一次都会去塞礼物。可是他毕竟不是杨丽花嘛，他不是演艺人员，他也不是周杰伦啊，他就是一个老师。他也是被追到，然后女学生不断的写信给他倾诉爱意。如果老师没有你，我就直接去死了算了。哇，好严重！这种事情，如果说我们遇到又怎么办？他真的没对你怎样啊？可是你真的不堪其扰，对不对？那这个跟骚法其实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揭示的意涵，就是这一种你真的会让你恐惧，然后你不舒服，可是。他还没产生具体的什么行为，可是我们必须要防范未然啊，要不然他产生了什么行为，就像主持人一开始讲的那个案例，那怎么办？对，所以这是跟骚法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哦。对，所以终于这个跟踪骚扰有了有法令的依据了，对不对？那美琴老师你的看法呢？对，没错哈。其实就诚如刚才执行长还有英韶老师所讲的，我突然去想到我们系上的学生10多年前，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跟骚法这个法令那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刚好我是学生的导师啊。然后学生说，这个在就学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有个学长，就对他产生好意呀，那想要追求他。可是我的学生就觉得说，他可能还年轻，然后他也觉得，反正就是好像不来电这样子结果学长之后就毕业了，他想说，我的学生都认为应该没事了。结果哪一天突然之间，就在他的住宿，他在外面租房子。一打开门，学长站在他们家的门口租屋的门口，他吓死了。他说：“学长，你不是在当兵吗？”他说：“对，我今天休假。”你这会不会吓死啊？然后他说：“那我来看看你。”他就突然问说：“学长，为什么我的租的地方你也知道？”对呀。对，然后结果我的学生。根本不敢回租的地方，因为他要下课回到租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学长又在他的租的角落，又在等他了。他赶快趁这个学长没看到，赶快弯出去，又回到学校，结果赶快找我，然后甚至于我们赶快找教官。他根本不敢回租的地方了。所以现在这种情形的话，他其实就有违反到这个跟骚法嘛。对，因为他是针对特定人，然后重复的行为。可能是特定的一个女性，或是特定的一个男性，或是其他性别的，就是持续的，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持续的接近他，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有可能会构成。那如果说有跟他讲说，请他不要这样子，那他就没有再来，就算了。但是如果他还继续不听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报警，对不对？对，没错。其实这就是跟骚法它很大的一个概念，就是说针对不特定，它不一定是固定是谁，可是它只要产生的这个行为，那是让你觉得说不舒服，而且你会觉得说它是例行的。
而且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的？为什么他会这个时候又出现在这里？那他也没有具体的一定的什么行为模式，或一定要怎样，并不是说我有送礼啦，或者我有写信啦，就像我刚刚我们提到的案例，就说他其实只要远远的，他甚或不用跟你讲话。对，那都可以被列在现在我们跟骚的一个这个处遇的对象，我们都是可以来的。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我想是解决了很多的困扰。那当然有人会说啊，那一定是美女才会遇到的事，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样子，跟美不美，那可能是一种很奇妙的坚持跟很奇妙的缘分。像我自己就有案例在这个整个调查的过程里头，对着这个所谓被提告跟骚的那一位对象，我说你为什么？到底什么理由？他没跟你讲过话那他甚至于也没有跟你同班过你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对，就莫名其妙被跟上了。对方就喜欢他，对，对方就是那个被申诉的，也就是那个跟人的那个，他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懂为什么，对啊，可是我就觉得我也没有要伤害他，我也没有想要对他怎样，我只想这样子默默的看着他就好。所以这样也不行默默的看着，听起来造成人家的恐惧可是听起来好像很浪漫那要是在过去的传统的时代里，会想说都有人要介意你你都好介意，这么痴情，对不对？尝试一下接受他，以前是会这样觉得。对，可是不行就是不行所以这个我们就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你再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欣赏别人或喜欢别人，甚或于你说我送了很好的礼物像最近又有一个案例，现在那个LINE可以送礼。对啊，对。那所以就送到我不知道你家的具体地址，可是我知道你家附近的 Seven，我就把礼送到那边去，然后我就说，亲爱的碧纯，我知道你生日要到了，对，我已经把礼物送到哪一个门市，请你去领取。那LINE也会通知你，你会不会害怕？你敢去领吗？会不会有人寄个什么炸弹什么给我？对，只要心里面有害怕，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害怕不安，对，所以基本上跟骚法里头有讲送礼人家不要 ，no，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送礼我送的是礼我送的是钻石2克拉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只要人家不喜欢所以这样，即便是送礼，你不要认为说我这么高贵的礼物。不可以的，就像我的学生也曾经遇过，他只要一上课，他就觉得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就盯着他一直瞧这样子，然后他就跟他的周边的同学说了，说，会不会是我多虑了？连他同学都说，你就不要管他，你就听老师上课。可是他只要每次一上课，他就觉得他的余光都会觉得说，那位同学就一直盯着他瞧。然后他只要一移动，他的视线就跟着他移动，结果他就干脆说：“那这门课我不修了，可以吧？”他就退选了。是这样子对。那他没有直接去问那个同学说：“你为什么要一直看着我？”对啊，他也觉得也不想去理他了。对，我觉得我们很多被骚扰的人都会想说什么，是不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对。那万一我去问了，比如说我说，对，我碧纯，你干嘛一直看着我？你为什么上课都跟着我修课？你为什么一直看我？哪有我？碧纯说看着你，我本来就要修这一门课。对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怎么有要看你？可是明明就是这样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一个佐证资料，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想不仅是性骚扰或跟骚，其实很多时候它刚好会让我们在判定事实的时候很大的困扰，所以其实政府花了蛮多的力气在训练一些像我们这种委员，专家这个判定的标准嘛。对，所以有问题就要请教我们这些专家。对，因为传统的法律它在所谓的具体的伤害或具体的事证上面是很讲究的。像比如说以性侵来讲，那它就一定要有很具体的一个所谓的证据事证。可是性骚真的很不容易啊，有的人就是回归去，那加上这个跟骚，刚刚美琴老师讲的，我就只是
看呢？眼睛用看，你怎么你怎么样举证？我看的是你。那现在比较糟糕的是，主要是大家都漠视，甚至于你看，连我那个学生的周遭的闺蜜都说，你的卖差别的喝，你就不要理他就好。那感觉上好像我们只要不理他就好，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他会继续跟到别的地方去。对那美琴老师，你认为说他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所以我们就觉得是说，这种观念是应该要被鼓励，要去讲出来的，去讲出来。是，否则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自己去跟同学讲说，哎，我怎么办？我都觉得有人在看我呢。大惊小怪，没事的，没事的，对不要理他就好了。所以有的学生就会觉得说，哎，可能真的是他多虑。可是几次就觉得不对，他就觉得真的只要一转头，那个男生就对他一直微笑这样子。对，他真的会不舒服、啊，对有些人会不舒服，会害怕。而且这是平等的观念哦。可是刚刚我们就回到一个职场上去，他可能那个人是我老板，那个人是我主管，那个人是我前辈，我怎么办？对呀，他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啊，有一个判定的标准，最主要就是说是不是符合常理。好像说。刚刚那个老师说的，他说一个同学盯着另外一个同学看很久，那到底是看1秒2秒，还是说盯着看了10分钟？如果已经盯着看了10分钟，那已经对不符合常理。对对，所以这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就对了。所以如果到底要怎么判断，还是要请教我们这些专家啦哈。好，那我们其实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可能在学校会有一些班队，那是互相喜欢；办公室恋情也是互相喜欢。但是如果在学校或者是在我们职场上啊，遇到说他喜欢你，但是你不喜欢他，他又一直拼命追求你，哇，这就很糟糕。所以这也构成骚扰嘛，对不对？是不是？对，其实，在实际上的案例里面，也有像刚刚那个英嫂老师讲的，他有一些案例，就是说，像说搭火车，就是下班的途中，他是搭火车通勤，然后就发现说，怎么有一个男性每天都跟着他同时搭那一班火车，结果到最后他心里面很害怕，他除了就是报警以外，然后他也要求他的雇主说，是不是能够去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但是呢。雇主是性工法，不是那个跟骚法，所以变成说雇主说没有，因为你已经离开我的工作的话，而且那个人事他也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上往来的，或是我们的员工，所以雇主这边就说，那他可能你就直接要去警方报警了。所以就要可以用依据这个跟骚法去报警就对了。对，不然有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担心说，他这样一直跟踪我，但我没有具体证据说你是在跟踪我。他说我就是同时搭那班车，但是后面我们也不晓得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过去在跟骚法没有施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去报警你真的警察贝贝也会跟你说啊，刚有禁锢啊，你看小熊这啊，在小熊这啊，然后再给你丢。对啊，那所以其实你去报了，好像还会被反问说因为你漂亮，所以人家才会跟你等等之类的，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这就是跟骚法很重要的一个点项因为像过去可能没有一个法源依据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人民保姆为我们出力，或者是说这个确立成案。可是因为有了跟骚法之后，哇，我们这个人民保姆，我们警察哥哥贝贝们其实有比较忙还有姐姐对啊，姐，对谢谢大家提醒，抓到你犯错了，犯错了，抓到我了，大家要记得不可以这样讲。我上次还跟我的学生因为是媒体记者，他们写这个美女警察求被捕这个标题，我气死了，我打电话去骂人，我说。这什么标题呀？你们也敢这么下？美女警察已经很糟糕了，什么叫做求被捕？他们说老师那是网友讲，我说那是网友，我们是专业，绝对不行。结果感谢美琴老师刚刚纠正我了。老师，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在做新闻的大家其实都很苦恼。你如果下美女警察跟警察，
结果人家点阅率差好多哦。对啊，所以其实不管是报社、电视台，大家都有压力，所以大家都在求标题杀，对不对？对，然后很多民众一看到美女警察，立马点进去。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也是这个，我们要另外辟节目来探讨。真的需要，对，真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说，其实跟踪骚扰法就上路2年了。好，那这一段期间的话，是不是因为你们大家都有在从事这个服务方面的工作嘛？那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讲？不受欢迎的追求大概有哪些案例？我们先请英嫂老师。哎呀，这就不受案例，就像我刚刚讲嘛，那个你给人家狂送礼物、狂写卡片，好，这种是很具体的，好，很具体的。我觉得这种具体的还比较好处理。哎，那更可怕的，其实另外一种的就是那种默默守候型的。这个周杰伦先生有一首歌啊，里头就讲啊，就是经过你的教室旁啊，然后这个看着你寝宿舍的灯明啊灭啦，然后到了职场或者我要经过你打工的 Seven 啊，我每天去买咖啡啊，其实这种反而是有点伤脑筋的，对，是比较模糊的哈。对，这种默默的爱恋吧，对，然后可能这种会让对方觉得很不 OK， 可是行为人本身他又会觉得我没有怎样啊，我只想守候着你，我守护着你，我默默的等着你，听起来很感人。但是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很恐怖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后面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我们在谈跟骚案的时候，其实都会播周杰伦先生的歌给大家听一听，看看大家是感人还是觉得恐怖。那当然，这个就是各自的定义、个人的见解，我们都不能强解或强定。其实还是所谓的行为接受者，他个人的想法。主观的感受，对，他的主观感受，对，我觉得主观感受很重要。没错，像我们现在针对我们的大学生，也常常在做这种跟骚法的那个告知。那就像我曾经就到班级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导，然后呢，我说，如果一个男性啊一直过度追求，然后他真的很喜欢这位女孩子，然后这个其他的同学就会说，老师代表他没有追得很勤快啦，追得很勤快就是都要送花，都要送饮料，甚至于他修什么课都要跟他修在一起这样子。我说天哪，这好像不是喜欢，这叫恐怖情人呢。这个就是对呀，恐怖情人啊。没有，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烈女怕郎缠。只要你，而且女生哦，我缠久了就是你的这样子。对我小时候哦，爸爸妈妈也会说，人家约你去看电影，你不要立刻说 OK 呢。我们女生要矜持哦。对，尊重吗？对，至少要拒绝3次。我说哈，我跟你讲，这就是现在很多大学男生也这样子讲，还这样觉得，还有这样子的觉得跟观念，他还会跟他的同学说，你现在追几次了？如果只有1次，不准哦，3次，太少了啦，要常追呀。真的，他们认为说有志者事竟成，是愚公移山嘛。但是有一些就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再追几次他也觉得不喜欢，就是觉得很讨厌呐。对啊，如果他不喜欢，那你又拼命追的话，就对人家造成一种困扰。对，就101次求婚没？对，可能他不是101次求婚，就是110直接到警局了。110不是101次，101次求婚就让人家觉得好浪漫，好感人。大家看过那个没有？执行长就讲了，会变110，直接到警局。对，所以不认同101就110了。对，所以其实哈，我觉得凡事啦，就是可能有常态，也会有例外。对，那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例外还是常态啦。可是说句真的，光阴时间有限，人家如果拒绝个你2次，你就当他真的拒绝好了啦。不要花那么多力气硬要。那我们这个也是被追的人也一样啦。如果人家跟你邀约拒绝个1次算客气，拒绝个2次，那就表示你真的不要了。所以不要就刚刚执行长其实有讲到的一个合理的范围啦，什么101次那个都很不合理呀，对哦，那愚公移山就更不合理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不要把宝贵的光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只要坚持到底，
读书可以坚持啊，剩下这种人情世故真的不要，要不然不小心哦误踩了那条线，那对自己也一点点好处都没有。本来一件好好的浪漫事啊，搞成这个样子，变成终身哦，那个心里会有障碍对不对？我们刚才都一直在讲说追求者，其实有时候被追求者，我觉得那一条线也是要拿捏得很好，要明确，对，要明确。就像我的学生也曾经，我说啊，那你有没有收过人家的礼物？他就说有啊。哦，我说为什么要收？他说他的同学说不收会不好意思，尤其对方又是学长，人家学长对学妹的迎新礼好像不能不收。可是这样一收，我就觉得如果是我送他，他对我有意思。是，我觉得这一条界限就要非常的清楚喽。对，所以就是不止追求者，被追求者自己也要把这个要明确一点啊。对，明确的告知。对，其实我遇过一个案例哦，那也是被跟骚别人的那一个人呐，哈，也就是说我们被申诉的那一个人，也就是行为的那一个人呐，他说：“老师，我觉得他喜欢我。”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有对我笑过。我说：“哇，唐伯虎点秋香，三笑定姻缘。”我说：“他对你笑过，他在哪里对你笑过？”哦，有一次我跟他就是一起等公车要放学嘛，然后要上车前，他对我笑。我说：“为什么？”我说：“是不是你让他先上？”他说：“对啊，不是要让女生先上吗？”所以他让了那个女生上，那个女生当然就很礼貌的对他笑了一下。这个男生就觉得天使那个微笑照亮了他的人生。唐伯虎里面的三笑姻缘。对，所以他就觉得，对，他就觉得这女孩子对他笑了。然后我说：“然后呢？”然后后来我就也都在那个公车站啊，然后我也都有让他先上。我说：“那他也有对你笑？”有。我说：“他对你笑几次？”好像2、3次。后来女生就不笑了，因为女生就觉得烦，对，更可怕了。后来就觉得可怕，所以后来才提出申诉。哇，对，所以刚刚美琴老师有讲到哦，这个我们其实这年头，我们说台湾最美的是人情味嘛，所以适度就好，对，适度就好。对，不然有些人追求者他会认为说被追求者那些什么微笑的，对，然后对我笑啦，他就觉得说哇，那你对我有意思，你可能就是那种不好意思的啦，对不对？对，收下礼物还跟人家说谢谢，而且还笑着说谢谢，哇，对呀，所以这个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跟踪骚扰法已经上路了嘛，大家其实要好好去思考说，我们自己的分寸要拿捏好。对不对？这一点就是非常的重要哈。那如果说你过度追求，变成就是在骚扰别人，好，那你如果不喜欢别人，你其实要明确的拒绝啦哈，不然让引起别人的误会，其实也是不太好的。哇，我们真的是这样一聊，时间都过得很快今天这一集，假如说我要追求你，可不可以？好，听完我们3位专家讲了，可不可以呢？大家心里应该有一把尺了哦，然后自己分寸要拿捏好。好，我们再次谢谢3位专家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谢谢，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性别一男性要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再会喽。